兄台，古往今来，有多少事儿都坏在一个情字上。慧嫔是你深爱的女人，青哥是深爱你的女人。我真不知道你何以自处啊？你会为了皇上舍弃他们吗？这是两回事。忠心弑君不等于没了人格。当然，如何自处，要因时因势而定。譬如，对纳拉慧儿，她已经成了皇上的妃嫔，这是无法更改的。我就是心里再念着她，也不能再去打搅她，而且，我要想办法让她彻底忘了我。那青格尔呢？我不相信你会不喜欢她。过去有纳拉慧儿，现在有皇上。你不是说忠心弑君就不等于没了人格吗？如果你真的喜欢青格尔，那为什么不能答应他呢？你以为和皇上争女人，伤害的只有我自己吗？青格尔是个好姑娘，我不能让皇上迁怒于她。可他爱的只有你啊！世上的事，若都如此简单，那都罢了。譬如，端敏格格对你……兄台，再也不要提这事儿了。那一夜，真让你怕成这副样子？怕，我是怕。可我曹云这辈子有了那一夜，知足了。鳌拜啊，在。听说昨天在你府上，热热闹闹唱了一出戏呢。唉，这些孩子们呢？哎，太皇太后就不要生皇上的气了。不生气，我已经没有年轻时候那股子气性了。婚娶是大事，让他们都好好想想也好，省得日后啊埋怨我。太皇太后真是想得开。只是有些委屈了你那个亲哥儿，让他上不上下不下的，也让他为难了。昨天奴才做实实的教训了他一番，这些麻烦都是因他而起。哎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姑娘长得美，那就成错了。人大了，心也大了，咱们都是过来人了。青格尔这丫头我很喜欢，不管她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可要好好待她，可不许让人欺负她呢。是。昨天这出戏里，咱们皇上……哎呦，奴才真没有想到，皇上在处理事情的时候，真是又有胆魄又有城府，看了着实让人高兴。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来，坐。谢太皇太后。下去吧。知道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吗？都是反对圈地的折子。现在圈地的事越闹越大了，你总要拿出个办法来。哦，是。圈地嘛，原本奴才是并不赞成的，大都是几位王爷做的事情。可是事情总有个轻重内外，苏和撒哈他们把这件事情当成了一个缘由。如果我们准了他们的折子，那这些奸小们就会得寸进尺，局面恐怕就更难收拾。你打算？太皇太后既然给了奴才尚方宝剑，那就请太皇太后放心吧。你要对朱仓作、王登莲、苏纳海三人下手。我看他们为官清正，反对圈地也是出于爱民，恐怕和苏和萨哈并非一党。这个奴才明白，请太皇太后放心，奴才一定对他们晓之以理。至于走到哪一步，那就看他们三个人的造化了。纳兰公子，你可来了！皇上宣你去望月轩伴驾。哦，听说今儿晚上是天狗吃月亮，八成是让你赏月赋诗的。我说公子，你就快些去吧。
纳兰公子，皇上有事缠身，恐怕要让公子等上一个时辰。那里笔砚香茶都备下了，皇上有谕，要公子以月食为题，写下一首佳作。遵旨。啊。我们总算又见面了。你等等，我有话对你说。不必，慧儿千想万想也没有想到你的薄情。这10几年的相依相恋，既然表兄不承担那份海誓山盟，也就罢了。罢了。慧儿在这儿还能再听你说些什么？不是那样。那天夜里我说的不是食言。表妹已然成了皇上的嫔妃，这是无法挽回的事情。为了让表妹忘却宫外的一切，我只好自称改变了主意。我想，如果表妹能从心底里恨我，能和皇上安心相处，那就让我来做这个薄情郎吧。可是我发现，我又错了。这份薄情，伤害的表妹痛不欲生。我听说你在宫里3餐难咽，夜不成眠，这样下去岂不是把表妹害得更苦？今日总算能得一见，万千表妹珍重，我也能了却这一份担心了。表兄，表兄，你现在什么都不要再说了，也许皇上他就在外面。宫墙如山，恐怕日后难得再见。我就是要把话全都讲出来。表妹，这10几年的相依相恋，表兄一刻都没有忘记过。这世上没有你，就没有纳兰性德的诗篇。然而天下的事，并非都能如愿。你已经成了惠嫔，是上天的安排。好好在后宫辅佐皇上，表兄会日日为你祈福。皇上，奴才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朕知道，你每天都在惦念他，现在看也看见了，该放心了吧？慧儿，你没有什么话要跟你表兄说吗？请表兄转告伯父伯母，慧儿在宫中一切都好，还望表兄珍重。谢惠主子，谢皇上，奴才告退了。
表兄自认为劝你劝得不错，可我知道你的心在流血，你永远也不会原谅你这薄情寡义的表兄。是啊，我有无数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可我毕竟丢弃了你，毕竟成了皇上的生死兄弟，毕竟保住了这项上的人头。我不是个君子，我不是个男人，枉为你的知己，枉对你的一片痴情。是朕有意叫他来见你的。凡事总要有个了结，朕不是不懂人情的人。来，看看你表兄写了一首什么好词。星球映彻，一夜微褪眉梢雪。子姑待画经年别，妾要新辉，拥把菱花接。天公毕竟风流绝，教看蛾眉，特放些诗阙。好一首眉梢雪。桂儿，你知道这里面的深意吗？月有阴晴圆缺，人世间岂能没有缺憾？天公风流，教看蛾眉，这无非是说，面对这份缺憾，要有豁达之心。你是如此，朕是如此，纳兰性德也是如此。朕知道你们两情相悦，纳兰性德对你就如同朕对亲哥。朕贵为皇帝，依然不能和相爱的人在一起，难道不是缺憾？你在这里，朕是善待你的。朕想，你也应该把过去的事情放一放，即便不是为了你自己，也是为了你表兄。朕很看重纳兰性德的才华，只有你在宫里过得好，他才能了却心结，全心全意辅佐朕。朕若成为千古帝王，他就是千古能臣。你懂朕的意思吗？把你的话说出来。奴婢愿意忘记过去，尽心尽意侍奉皇上。尽心尽意。朕知道，你现在是不得不这么讲，但是总有一天，朕会让你从心底里说出这句话。皇上，哦，皇上，苏克萨哈大人说是有要事求见皇上。让他在书房候着。这。皇阿奶说，朕太重情，太像朕的皇阿玛。其实不然，皇阿玛可以为了爱妃放弃江山，而朕绝不会做一个阴晴废国的帝王。苏克萨哈大人，皇上要大人在书房候着。谢公公。苏克萨哈大人，留步。大人可让我好赶呐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汉卿王爷有话。王爷怎么说？王爷说，见全帝一案倒后，实属上策，并且已经得到了另外几位王爷的首肯，明日朝会之上定会一呼百应。好，
回去转告安亲王爷，我苏克萨哈绝不食言。事成之后，立刻请王爷出山。好，请。哎呀，皇上，奴才遇到难处了。难处？什么难处？奴才以为有了圈地的由头，已经到了参奏罢免鳌拜的时候了。如果朱常作、王登联、苏纳海三人可以联名上书指控鳌拜利用圈地谋取私利，那就最好不过了。哎呀，可是这三人竟然不肯。这三人毕竟不是奴才的属下，但是他们声誉极高，而且均是封疆大吏。由他们出面，除了正白、镶白两旗之外，肯定还会有不少人齐而响应。哎，刚才奴才还接到了王爷们的口信儿，对于倒鳌无不赞同。哎，所以奴才的意思是，今天晚上，皇上能不能秘密召见他们？哎，只要稍讲示意即可。皇上的意思是，鳌拜对朝廷对朕还是忠心的，只要劝他停止圈地就可以了，不一定非要罢手他吧。皇上不要忘了，圈地只是一个由头，鳌拜的要害在于揽权不放，使皇上您不得亲政啊。皇阿奶最倚重的就是他。我看这件事要三思而后行，不可贸然行事。皇上虑事缜密，奴才只是出个主意而已。皇上歇着吧，奴才告退。这些车马我看了，没有一个不是殿上举足轻重的要员的。难道鳌拜要对苏克萨哈下手了？这老东西果然有了动静。不知道苏克萨哈跟皇上谈出了什么结果？不管什么结果，他的路算是走到头了。难道您要我跟他说的都是假话？那是本王的一道催命符。苏克萨哈不动手，鳌拜怎么会有动手的由头？王爷，在下还有一事不明白。这苏克萨哈贪心，鳌拜专横，为什么王爷就一定要先灭苏而后苗呢？这是明摆着的事儿。鳌拜先倒，这朝廷成了苏克萨哈和皇上的天下，哪里会有我们的一席之地？苏克萨哈先倒，鳌拜和皇上的争斗可不会消停。这场龙虎斗里才有咱们用武之地。哎呀，佩服佩服啊！王爷真可谓是老谋深算呐。明天这场热闹有的可看，回去歇着吧。好，在下告辞。皇上不要忘了，圈地只是一个由头，鳌拜的要害在于揽权不放，使皇上您不得亲政啊。刚才奴才还接到了王爷们的口信儿，对于倒鳌无不赞同。所以奴才的意思是，今天晚上皇上能不能秘密召见他们，只要稍示意即可。皇上，皇后，臣妾叩见皇上。快起来！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睡下？臣妾有不少日子没有见到皇上了。真是忙了些，改天
朕去看你。刚才臣妾在窗外看了半天，皇上一直走来走去的，仿佛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情。还是为了青格儿，臣妾绝不是嫉妒他，臣妾只是有几句话想讲给皇上听。说吧，朕听着。也许臣妾的话会得罪皇上，臣妾以为皇上想纳青格儿，着实不妥。皇上大婚已经2年了，为什么直到现在仍然不能主政？臣妾听说，就是因为青格尔的阿玛从中作梗。青格尔和他阿玛不是一码事。虽不是一码事，可一旦皇上纳了青格尔，他的阿玛就成了国丈。这鳌拜岂不会更加专横，更加跋扈了吗？有青格尔在身边，皇上还是不是你叔叔索额图跟你说了什么呀？臣妾不敢欺瞒皇上。他都说了什么？叔叔说马父索尼临终时对他讲，有句话没有来得及对皇上说。什么话？鳌拜不可不防。索额图为什么不把这句话转达给朕呢？马父没有留下字迹，叔叔担心贸然告诉皇上会落个挑唆皇上与辅臣关系的罪名。哦。太晚了，皇上身体要紧，快歇下吧。臣妾先告退了。好。杨九公，奴才在。看看曹寅和纳兰性德谁在当值啊？曹寅当值。叫。这。奴才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刚才苏克萨哈来见朕，说明日要以圈地的罪名罢黜鳌拜，而且说乐乐也捎信给他，各个王爷都赞同。太好了，鳌拜一除，皇上主政再无阻碍。没那么简单，这一来朕怕苏克萨哈办事不妥，别又像上次一样弄朕无法收场。苏克萨哈应该不会没有教训，奴才以为这次一定不会落空了。这二来，朕也于心不忍。他鳌拜毕竟是立过大功的人，况且还有青格尔。皇上，这可是一个一箭双雕的好机会啊！怎么讲？罢黜鳌拜，皇上主政，然后施恩免罪，赏这个鳌拜一个大大的虚职，让其颐养天年。青格尔不定怎么感激皇上呢。机不可失，皇上万万不可再犹豫。曹寅，你知道朱昌作、苏纳海他们3人住在哪里吗？好像住在提督衙门标的驿站里。你去，说朕让你去看望他们。看望他们？苏克萨哈说，这3个人上罢黜鳌拜的折子最为有利。奴才明白了。这3个人不在朋党之列，老祖宗知道了也不会说什么。再说他们3人对圈地的弊政深恶痛绝，只要把皇上的意思点给他们。但是你说话必须谨慎。皇上放心，去吧。奴才告退。赏他一个大大的虚职，好主意啊！苏克萨哈大人给您请安了。大人，一切都妥当了吗？哎，怎么出了什么纰漏？皇上还拿不准主意，苏纳海3人又不肯上罢黜的折子，再候候吧。不到出手的时候，断不可贸然行事。大人说的是。
台，兄台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去见皇上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。不必了，今儿个皇上有喜事儿，早就往前头去了。喜事？什么喜事？我给皇上想了个绝妙的主意。昨夜你见了苏纳海，有什么不同啊？朝堂上时有6、7都以鳌拜施瞻，你如此草率行事，哎，子清，这哪里是妙招，简直就是昏招！你会把皇上害苦的。怎么会是昏招呢？哎，你去哪儿？我去阻止皇上。去什么去？起身。皇上，这是奴才越过的德子。今天的药物不多。臣苏纳海、朱昌作、王登莲有本启奏。呈上来。苏纳海，你这折子里写的是什么事啊？臣与朱昌作、王登莲联名参奏辅政大臣鳌拜。讲。鳌拜身为辅政之首，因恪守祖宗之法、大清之律，辅助皇上，但却居功自傲，诸事独断，有以换地圈地一事为甚。换地使正白其民，土地荒芜，人心浮动；圈地更是使10余万百姓流离失所，此乃动摇国本之大错。臣等以为，不将鳌拜革职拿问，难平民愤，难安民心。一派胡言！五里马，让他讲完。让他讲，奴才也要讲。20年前，朕白起倚仗多尔衮之势，霸占我镶黄旗肥田沃土。20年了，难道还不该归还吗？难道你们还想替多尔衮翻案不成？臣没有为多尔衮翻案之心，可有人却有意成为当朝的第2个多尔衮。你讲的是谁？是我兄长吗？我不想指名道姓。讲，你讲出来。无话不可对人言，少摆出一副忠臣的样子。不讲就是心中有鬼，讲出来！行了行了，都不要吵了。两派也没有这样的胆量。皇上，奴才有话要讲。你讲。这苏纳海3人的奏折，纯属别有用心。奴才以为鳌拜大人有功无过，说到换地，无论前朝今朝，有错必纠，方是明君明相之举。把错了的事情颠倒过来，何错之有？再说圈地，当初我大清入关，圈地是为了八旗的生计，为了平定中原之需。然而凡事有度，圈地过多，便成为了弊政。先帝爷曾多次下旨禁止圈地，却是明智之举。可时至如今，正如鳌拜大人所说，我八旗军事繁衍生息，人口倍增，圈地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奴才多次听鳌拜大人讲过，圈地宜适可而止。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大清的江山，为了八旗的军事，更何错之有？何错之有啊！果真是你说中了。子清，快去寻笔墨来。做什么？快去寻来呀！皇上，臣等一片忠心可以对天呐，如不禁止圈地，罢黜鳌拜，就会愧对天下百姓，就会动摇江山国本啊！皇上，奴才有话讲。快说。奴才这些年来从不问政，为的是遵循先帝的遗诏，请4位辅政大臣尽兴政务。4位大人果然不负重托，奴才心里十分高兴。可是自从索尼一死，有些人便开始蠢蠢欲动。奴才以为这些人反对圈地是假，意在争权是真。安亲王，咱们还是就事论事吧。我苏克萨哈也反对圈地，可是我绝无夺权之心呐。那苏克萨哈大人
就不必多心。上次朝会，太皇太后将批红大权交给了敖公，这一决断圣明得很。百兽不可无首，群臣不可无相。鳌拜大人担当此职，无可非议。奴才万万没有想到，这苏纳海三人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胆敢背逆太皇太后的懿旨，上这样的奏折，其心叵测。奴才怀疑其行必有人在暗中唆使。臣等无人唆使，凭的是为官的良心。皇上，奴才以为，无论天下还是朝廷，安定二字最为至重，绝不能容乱政小人。这苏纳海三人，理当拿问。皇上，安亲王爷说的对呀，他们三个身为朝廷重臣，却结党营私，扰乱朝纲，其罪难容啊！皇上。何必龙，奴才在。你怎么不开口啊？奴才想说的话，安亲王都说了。难道你自己就没有话讲吗？这三个人如何处置，还是请敖大人拿个主意吧。好吧，朕听你说。皇上，他们是参我的，让奴才来处置他们，确实有些为难。不过，我鳌拜定当以国事为重。皇上，看今天大殿的情形，不把他们拿下是不行了。来人！战！将苏纳海、朱昌作、王登联摘去顶戴，革职拿问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冤枉啊！冤枉啊！皇上，臣冤枉啊！皇上，皇上，革职拿问，你们的意思该怎么处置呢？奴才请老祖宗宽恕了这三位重臣。朝野上下谁都知道他们为官清正啊，若是只是为了一道折子就……大人此言差矣。虽说是道折子，那要看是道什么折子。如果这种乱政小人不加处置，那还得了？对，他们竟敢拿圈地说事儿。圈地怎么了？这地又不是到了别人手里，这种小人该杀。那反对圈地也是为了江山社稷嘛。如果这也该杀的话，那我苏克萨哈是不是也该掉脑袋啊？这不能一概而论。他们不是为了反对圈地，而是要挑起朝廷中的内乱。鳌拜是先帝托孤的重臣，他们却把鳌拜暗指为前朝的多尔衮，难道这不是别有用心吗？哈，奴才以为，为了朝纲有序，这三个人恐怕是不能留了。老祖宗，这三个人杀不得呀！尤其是那个苏纳海，他从容入关，战功卓著啊！老祖宗还多次夸奖过他呢。鞠躬就可以犯上吗？这种人该罪加一等。皇上，这些日子在殿上听朕也听出些门道来了吧？皇上怎么看？皇阿奶，这三个人就算有错，也错不该死啊！
奴才就猜着皇上仁慈，可理政要刚柔相济。如果宽仁无度，将会留下无穷的祸患。太皇太后以为呢？鳌拜，既然我把批红的大权给了你，这桩事就由你来决断了。谢太皇太后。皇上，扶我进去，谢谢。下官拜见鳌拜大人。明珠啊，你有个学富五车的好儿子，皇上甚是喜欢呐。犬子纳兰性德没有什么真才实学，都是皇上的恩典。我有件要紧的事交给你去办，请大人吩咐。明天着你做监斩官，将苏纳海、朱昌作、王登莲明正典刑。兄台，继续喝。子清啊，子清，你看你都做了些什么？我也是为了皇上。为皇上？要不是你这没有见识的主意，皇上就不会让你带话给苏纳海，他们也就不会上了弹劾鳌拜的折子。我和苏大人有过交往，这苏纳海不但学问好，还是个治人治孝的人。他上有白发苍苍的老母，下有还在咿呀学语的幼子，就这样丢了性命。还有朱昌作、王登莲，一下子就是3条性命，3条忠臣的性命。兄台，我已经悔青了肠子，可这事儿还真不能怪我，更不能怪皇上，都是那个苏克萨哈。那你就不动动脑子？好了好了，都是我不对，你就不用再说了。喝酒。昨天我在宫里见了惠嫔，她怎么样？越发消瘦了。兄台，我是做了错事，可你呢？惠嫔在宫里生不如死，你又把人家亲哥儿搁在了汉案上。嫁给二阿哥吧，他放不下你；嫁给皇上吧，又不是他心中所愿。拿酒来，拿酒。对，让他们上酒。我今天要陪你喝个一醉方休。怎么看？开始催命了。苏南，你要去哪儿？等一下，阿玛，苏乃海大人是冤枉的，你不能杀他，不能杀他！好命，滚开！阿玛，滚开！滚开！阿玛，拿下！阿玛，阿玛，苏乃海大人是冤枉的。你救不了老夫，好好陪皇上读书，告诉皇上，我苏大海的忠心苍天存灭了。皇上，去不得！皇上，闪开！皇上，去不得！是朕的忠臣，朕不能眼看着他们去死。
那法场不是皇上去的地方，要是让老祖宗知道了，奴才的这条小命就没了。皇上，朕不管，朕不进来，他们的刀能当着朕的面砍下去。皇上，三位大人依然上天了。是朕莽撞，是朕害了他们。皇上千万不能这么说，等皇上亲了朕，给他们3个昭雪，后养他们的家人就是了。朕大人长大吗？朕不该这样做。这怪不得皇上。朕绝不二过。让那些胆敢阻挡朕的东西们等着！绝饶不了他们！鳌拜啊，人已经死了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，为什么一定要杀他们？难道他们非死不可吗？好了，你不用说。我来听你说，他们3个是替苏和萨哈死的。太皇太后圣明，平心而论，他们3个并不坏，上了一道禁止圈地的折罪，也不为错。就算谭后鳌拜，也罪不当死。但是他们千不该万不该，在这个时候，成了苏和萨哈手中的刀。可是你答应过我，要提醒他们。奴才已经让人去劝过了，可不知为什么。他们还是充当了苏克萨哈的莽先族。所幸的是，苏克萨哈还算知进退，没有拼死为这3个人力争，否则不知他的罪真不好收场。是啊，那就如了约了他们的意了。真是什么事都瞒不过太皇太后。他们正是盼着我鳌拜和苏克萨哈拼个你死我活。两虎相争，必有一伤。我看这月了。巴不得今天在法场上死的不是苏纳汗，而是苏克萨哈。这样一来，你鳌拜就成了皇上的死对头，朝廷一乱，就有他大显身手的地方。奴才也看到了这步棋，可还是让他们如了愿。杀的虽然不是苏克萨哈，可怕是皇上的心里已经恨死奴才了。皇上迟早会明白的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皇上不会对你。奴才担心的不是这个，奴才怕的是几个王爷不死心。眼下这3个人当了苏克萨哈的枪，可苏克萨哈还是按照王爷们画的道走。对于苏克萨哈，你还是要慎而又慎。他必定是先帝托孤的重臣，又深得皇上的信任，你千万不可妄动杀心。奴才明白。可怕的是，苏克萨哈遇到了鬼打墙，那就很难走出王爷们的手心啊！我这辈子看到的打打杀杀太多了，真的不想再闻到丁点儿血腥情。何况这件事还连着皇上。皇上，他们死得冤。死得冤呐！公子，喝点醒酒汤吧。叫他起来。公子，老爷来了，老爷来看你的。畜生！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竟敢拦我的马，为他们喊冤！儿没错，他们就是冤，是阿玛黑白不变，忠奸不分。闭嘴！为人臣，秉旨办差。你拦马喊冤的事，很快会传到鳌拜大人的耳朵里去，说不定哪一天飞来的横祸就会落到你的头上。儿子不怕，儿不怕。你不怕？老爷，有什么话等他酒劲过去再说，不行吗？什么？儿子，听额娘的话，躺下啊，躺下，来，慢慢的。我悔不该把他送到宫里去，哪来一家
早晚会到他的手里。大人，请稍后。后什么后？你们家王爷在哪儿？在书房里，奴才去通报。滚开！哎，大人，退下！哎，大人，大人！王爷，苏克萨哈来了。在下还是退避一下为好吧。嗯。来，坐。安亲王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背信弃义、两面三刀的小人。放肆！就算你苏克萨哈是个辅臣，也是我爱新觉罗家的奴才，竟敢对本王如此无礼！无礼？我苏克萨哈倒要讨教讨教了啊！是你亲口对我说，已经说服了众王爷一起倒，还让我面见圣上，催其立即下手。可是到了朝堂之上呢，却和那个不知羞耻的班布尔善一起倒向了鳌拜，反水之彻底，言语之歹毒，令人瞠目结舌呀！对待这样的王爷，这样的小人，我还要以礼相待。这么说，是我乐乐出尔反尔了？如果这还不算出尔反尔的话，否。出尔反尔的正是你苏克萨哈。是谁到本王府上来说，皇上已然下定了倒鳌的决心？是谁告诉本王鳌拜全无准备，圈地已然成了他致命的软肋？又是谁告诉本王，殿上同意倒鳌的臣子已经过半，只要振臂一呼，鳌拜必倒无疑？都是你苏克萨哈。可事实上呢？皇上一言不发，殿上的臣子大多被鳌拜掌控，连你也没几句站在礼上的倒鳌之词。这是一场全无准备的荒唐之举。在那样的情势下，难道你让本王去为那3个不知进退的东西陪葬吗？那是因为事态有变。在我探听了皇上的口风之后，本不想今日摊牌的，可是没想到苏纳海3人突然改变了主意，递上了倒鳌的奏折呀。事态有变，你来通知本王了吗？分明是不把本王放在眼里，还竟敢打上门来问罪。我看你苏克萨哈真算是活到头了。啊！来人，在，给苏克萨哈大人上茶。是。王爷，刚才卑职言语过激，冲撞了王爷，还请王爷恕罪。不打不成交，再打也是兄弟。坐。卑职惭愧。王爷像是有话要说。我实在为老弟悬心呐。此话怎讲？他们3个去了，我唯恐你做了第4个。杀我？我是先帝托孤的辅政大臣，没个名正言顺的道理，他们也不敢对我下手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？官场里这算不得秘诀吧？我看老祖宗还不至于。事情坏就坏在你得罪了他。那就算我请皇上亲政不合时宜，那毕竟也是他的亲孙子。怎么到了今天你还不知道太皇太后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亏了你这一肚子好学问。不错，皇上是太皇太后的亲孙子。可先帝何尝不是太皇太后的亲儿子？这可是个为了江山不吝亲情的女人。再说苏纳海把鳌拜比作了多尔衮，这不是拿刀捅太皇太后的心窝子吗？
当年你揭发多尔衮图谋称帝，致使先帝大开杀戒，闹得他们母子反目。现在你又鼓动皇上亲政，又弄得他们祖孙失和。你以为这次他还会放过你？我真为老弟担忧啊。那以王爷看，我该如何自处呢？你真的想听？在下的确愿听王爷指点。这主意本不该我出，可谁让你我是至交之友呢？依我看，束手待毙不如以退为进。何为进？何为退？上到辞官的折子，这便是退。辞官？辞官后再请旨去为先帝守灵，这便是进。这样做，就给太皇太后和鳌拜乃至皇上出了一道大大的难题。这话怎么讲？你是先帝托孤的重臣，不明不白的辞官，分明是有苦衷，这会令太皇太后十分难堪，也使得鳌拜擅权的说法得到了佐证。而皇上正是依靠你的时候，绝不会对你的辞官无动于衷。那又能怎么样呢？他们自然会一起挽留你，我也会让王爷们出来为你说话。到了一定的火候，你就可以提出留任的条件，恳请皇上亲政。结局无非两个：皇上亲政了，你就是皇上身边第一功臣，眼下的阴霾一扫而光。若皇上仍不能亲政，你也可以借此昭示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皇上。一个一心一意为了皇上的忠臣，就让他们难以下手。多谢王爷指点，我苏克萨哈绝不忘王爷教诲之恩。起来，起来，苏克萨哈大人言重。在下告辞。慢着，有句话提醒老弟，眼下是非常之关头，没什么紧要的事情。在下明白，王爷这里我是轻易不会再来的，请王爷珍重。这只是暂时的，日后我还是你府上的常客呢。王爷实在高明啊！这苏克萨哈的日子算是到头喽。辞官？你要辞官？奴才要去孝陵陪伴先帝。莫非是朕亏待你了吗？说呀！皇上自然不会亏待奴才，不过，皇上现在还不能做主，奴才又不能随了他们的心。是谁在打你的主意？皇上心里明白啊，这3尺钢刀整日都悬在奴才的头上。哎，还是请皇上准了奴才吧，要不然奴才只有一死啊！胡说！有朕在，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。快起！苏纳海就是奴才的前车之鉴呐，皇上还没有领教他们的歹毒嘛。奴才现在就是他们的眼中钉啊！奴才不行，你不能走。朕也不准让你走。你是先帝托孤的重臣，他们不把朕放在眼里，还敢不把先帝爷放在眼里吗？朕就去找老祖宗，就是拼了这皇上不做，也不能委屈了你。快起来！有皇上这话，奴才死而无憾。不过皇上，你可千万不能去见老祖宗啊！还是先听听老祖宗怎么说吧。我还真是小看这苏克萨哈了。这道奏折就如同一把双刃剑，准了他，这把剑就砍在了奴才的脖子上；挽留他，这把剑就砍在了我大清江山的命门上。一则，群臣们会以为我鳌拜独断专行；
容不得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同僚；二则，皇上是以为我逼走了苏和萨哈，以皇上的脾性，还不把这乾清宫的殿顶掀开。奴才与皇上的死结，再无解开之日了。可无论如何，不能让这个贪权的小人成了皇上亲政的功臣。皇上迟早有亲政的一天，我怕就怕他被这样的小人拽在手心里。若真的到了这一天，就算我这个做华奶的，也再难拗过他了。让我更担心的，还有那些王爷们。太皇太后说的不错，奴才得到密报，苏和萨哈对安亲王爷已经有了许诺。许诺什么？一旦皇上亲政，就请他出山。我看这个乐乐的胃口，绝不仅仅是做一个摄政王爷。这个苏和萨哈留不得了。你要？这是他自己选的路，真的没有别的法子了。当断则断，不断则乱。你不是要借此铲除异己吧？是。奴才是为了铲除异己，不过这异己是朝廷的异己，是大清江山的异己。如果连太皇太后对鳌拜都这样看，那奴才就无话可说了。更何况，铲除苏和萨哈，对我鳌拜来说，并不是一件好事。太皇太后也知道，奴才最担心的就是皇上。皇上会把这件事永远的记在心里。亲政的那会儿，就会把我鳌拜的人头摆在苏和萨哈的祭台上。有我在，你不用担心。起来。奴才在恭候太皇太后的圣断。还让我断什么？你该说的都说了，我该说的也说了。眼前这个结，总要有人替皇上解开。不过你可想好了，杀苏和萨哈不是件简单的事情，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你的心。你真的心甘情愿做这个恶人吗？为了大清江山，为了皇上，奴才甘愿背这个千古骂名。小姐，您究竟要去哪儿啊？这是给纳兰公子绣的吧？小姐，奴才回来迟了。怎么样，见到他了吗？没有，听他们府上的人说，昨天公子喝得大醉，直到现在还没起呢。喝得大醉为什么？说是因为朝廷杀了忠臣。哪位忠臣？说是苏纳海、朱昌祚，还有王登莲，满城的百姓都知道了，全都在为他们喊冤呢。小姐，明儿个奴才再去，一定把信儿给小姐捎到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木林马老爷刚到，老爷说任何人不得在这里走动。那说我叔叔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要见我阿玛。小姐，就别为难奴才了，还是等等吧。哎，小姐。好，哥哥早就该捏死这闹事的小人了。我这也是万不得已。眼下这件事情，也只有太皇太后知道。你千万不要去声张。是。你即刻去办几件事情。哥哥讲。镶黄旗和正白旗换地之事，暂且先停下来。已经交换了土地的正白旗的旗人，每户补他们白银50两。这是做什么？其二，你马上到西山大营，速调1哨军士连夜进城，候在宫门外，
抓了苏克萨哈以后，教他们找一个地方妥善的看起来，也不要亏待了他。难道哥哥还怕他在刑部大牢跑了不成？苏克萨哈秉政多年，朝野上下少不得他的人。既然要下手，那就不能有半点闪失。其三，你传话下去，抓了苏克萨哈，虽然大快人心，但也不能让某些人借此生事。也不能株连和他有关的廷臣。哥，还有吗？对那几个王府，也要多加照看，有什么异动，即刻报我。小弟明白。老爷，鄂必隆大人到了。请。是。少爷回来了。啊，哎，公子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晌午过后一直在书房里。哎，凡儿。哎，老爷，你这黄府上这干什么去啊？去见公子。见公子？给公子送封信。谁给公子的？鳌拜大人家的庆格尔小姐。给我看看。凡儿，这封信就不要交给公子了。是。这件事情也不必跟他提起。知道了。小姐，也许公子有事缠住了身，就算有天大的事情，他也会来的。我听说这个苏克萨哈和老爷是对头，杀了他有什么不好？朝廷的事你不懂。苏克萨哈的生死关着皇上。阿玛说他是为了皇上好，可是再这么下去，阿玛迟早会被自己害了的。我们出来的时间太长了，万一老爷……小姐，我们上车先回去吧。停车！停车！苏克萨哈呢？苏克萨哈今天怎么没来啊？鄂必隆，奴才在。你知道吗？啊，苏克萨哈大人没有差人来告假，这个奴才不清楚。鳌拜，朕这里有一副苏克萨哈上呈的折子。皇上，苏克萨哈大人来了。皇上，奴才苏克萨哈叩见皇上。皇上。刚才奴才在宫门外六部口发现一队军士，并不像是九门提督的手下，于是上前询问，没想到他们竟是从西山大营而来。不知这件事情皇上知道？有这样的事情？苏克萨哈，皇上尚未主政，有事情问我才对。这么说，这队兵马是你敖大人调进京城的？当然。虽说皇上还没有主政，可这调兵的大事总该禀报皇上吧？那要看情形而定。昨天晚上有人给我送了一份简实的揭贴，揭贴以力挺皇上亲政为名，煽动谋叛。所以我从西山大营调了一哨兵马，为的就是加强大内的戒备，同时以呈报太皇太后。苏克萨哈大人，就不要以此事再做文章了吧。那这揭贴现在在哪里？对，皇上问的对。如果真有什么揭贴，那这样的大事也应该在今天的朝会上禀报皇上吧。皇上，这件事情事关重大，煽动谋叛的人绝非布衣百姓，十有八九是处在皇上身边的内廷大臣之中。奴才已经差人前去追查，不日既有报臣。好，朕就等着你的奏报。皇上，刚才说苏克萨哈大人有份折子。哦，对了，
鳌拜，苏克萨哈是先皇钦定的辅政大臣，但是朕听说，现在却有人逼着他辞官。是吗？苏克萨哈大人要辞官了？是，我执意请辞，并请皇上恩准，准我去为先帝守灵。能说个因由吗？因由有二：一是为先帝尽忠，二是为保全余生。保全余生？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，让苏克萨哈大人有性命之忧啊？哎呀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像这样的话竟出自你的口中。怎么讲？我力挺皇上亲政，就成了你鳌拜的眼中钉。杀苏纳海是你的第一步，我再不离开，也将成为你的刀下之鬼。忠于皇上而死，那是死得其所。你苏克萨哈英雄一世，怎么到了今日变成了怕死的鼠辈了？恐怕是没把真心话说出来吧。好，那我就说说真心话。皇上既已成年，又已大婚，你鳌拜一天不让皇上亲政，我苏克萨哈就不在京城待一天。这倒像句实话。皇上，那就让满殿的臣工为苏克萨哈断个去留吧。皇上，依奴才看，苏克萨哈是留是走并不要紧，要紧的是辅臣乱政，罪加一等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自索尼去世之后，太皇太后2次驾临朝会，陛下谕旨要鳌拜独领批红和启奏之权，并请皇上在家历练，以备日后亲政。有了这些定定之言，奴才们如同吃了定心丸，彼此各司其职，尽心国事。眼下我大清百废俱兴，日新月异，有目共睹啊！不想就有些小人心怀不臣之心，他们一面诋毁鳌拜大人，一面四下寻机滋事，以致人心惶惶，日无宁日啊！鄂必龙，你讲话总要拿出一些实证来。是，皇上。多日之前，苏克萨哈来到奴才的舍下，对奴才说，只要奴才跟随他一起倒鳌，皇上亲政之后，他能力保奴才的爵位列于诸王之首。鄂必龙，你血口喷人！苏克萨哈，你既敢做，就应敢当。你还对我说，诸位王爷已然同意和你联手，一起置鳌拜于死地。你这随风倒的墙头草！好，就算我说过了又怎么样？皇上，鳌拜专权擅权，身为臣子，从不把皇上放在心上。他的坏处，奴才可以说上1000条、上万条。鳌拜不倒，皇上就永无亲政之日啊！皇上，这苏克萨哈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，他哪里是想力挺皇上亲政，他分明是想皇上为他所使。这样的乱臣贼子，皇上绝不可留。穆里马说得对，依臣看，苏克萨哈的不赦之处，还在于他对太皇太后的大不敬。他竟敢挑唆太皇太后与皇上的祖孙之情，这还了得？苏克萨哈身为辅臣，犯下如此大罪，当处极刑。对，苏克萨哈是先帝托孤的重臣，有罪无罪，是去是留，朕自有胜断。今日朝会至此，散。慢。皇上尚未主政，胜断的话说不得。怎么说不得？奴才鳌拜受先帝的嘱托，又有太皇太后授权，只好替皇上办诏了。你要干什么？难道你要杀了他吗？奴才
当按律而定。就告诉你，倘若敢杀了苏克萨哈，来日朕定不饶你。皇上有圣断的那一天，奴才任凭皇上发落。来人！苏克萨哈久怀谋逆之心，行尽不臣之事。不，皇上，奴才冤枉，奴才冤枉啊！鳌拜，你住手！你敢！皇上请自重。鳌拜，欺君罔上，目无皇上，你不得好死！把他抓出去！你，嘿，皇上，奴才冤枉，奴才冤枉啊！那苏克萨哈现在在哪里呢？已然被敖大人的手下押出宫城去了。皇上呢？皇上面色铁青，听说回到乾清宫，就把自己关进了书房。下去吧。这个鳌拜也太唐突了。风要来了，雨也要来了，你呀，倒真会在这儿躲个清静。我看王爷清静不了，贪得眼睛啊，一天都离不开咱这慈宁宫。离不开又怎么样？眼前这些个大事，没个可商量的人。自打答应鳌拜，我这心就像绷在了琴弦上。这朝廷中风吹草动，都会抖个不停。王爷，老祖宗是担心那鳌拜，担心他被权欲杀红了眼啊。昨儿个做梦不是怎么梦到了当年你去克拉城的那一天，你两眼伤感地看着我，好像还跟我说了好些话。老祖宗，那可不是梦啊。那天去送王爷，我就在您身边。王爷说，别让旁人看见我们的眼泪。王爷还说，皇上留在京城，干得好是件好事，干得不好，我会回来再帮他的。是啊，他是这么说。皇上干得好，那是件好事；皇上干不好，我会再回来帮他的。鳌拜能说这样的话吗？如果哪天他真的起了疑心，我对得起皇上，对得起爱新觉罗家的列祖列宗吗？你跟我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老祖宗，王爷跟您说什么了？咱们大清国什么风雨没有经过？一个人一条路，各自都有走到头的时候。只要皇上能够历练的经得住事，扛得住雷，就没有过不去的沟坎儿。老祖宗，皇上来了。苏茂公嘛，老祖宗刚刚躺下，皇上有什么事儿吗？鳌拜反了天了，他竟然要杀苏克萨哈。老祖宗也听说了。那话来怎么讲？老祖宗说，鳌拜要杀苏克萨哈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道理？有什么道理啊？他是冲着我来的。皇上，千万不要这样讲。老祖宗说，鳌拜是在尽心的辅佐皇上。既然皇上还没有亲政，那就多听听，多看看。辅佐？他都骑到我头上来了。皇上放轻声些，老祖宗他在。话呢，这是在放纵他。
苏嬷嬷，你看着吧，他今天杀了苏克萨哈，明天就会杀我身边的人，他总有一天会杀到我爱新觉罗家头上。皇上。他走了，老祖宗，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所思所想解释给皇上听呢？有些事说不清楚，有些事时机不到，又不能说得太清楚。可这次皇上是真急了，脸都气白了，眼睛里全是仇恨和杀气。这种眼神让我想起了什么？先帝爷对多尔衮王爷。先帝也不能善终，除了用情过深，还因为少了些做皇帝的胸襟，这也是力量。他应该明白，即便是皇上，该咽得起，也要咽下去。皇上会不会冒冒失失地做出些什么事情来？一个身居宫城的孩子，无兵无将的，他能做什么？一会儿你去趟御膳房，嘱咐他们给皇上多做几道好菜。无论如何，他的身子要紧。是。出去！给我给这出去！皇上，事情并不是没有转机。奴才一会儿去见老祖宗，求老祖宗出来说句话。求老祖宗？鳌拜的权力就是老祖宗给的，你以为老祖宗会帮朕说话吗？也兴许老祖宗不太明了实情。行了，别说了。说来说去尽是些不着边的主意。你们都过来。朕除了这个鳌拜，这是索尼临终前留下的话，怎么吓着你们了？不啊，奴才就等着皇上这句话呢。拿来信头。你怎么不说话？这什么这？这万万使不得。怎么万万使不得？其一，鳌拜不是佞臣，也不是苏克萨哈那种阳奉阴违的小人。其二，皇上身边没有一将一相、一兵一卒，而这殿上的廷臣十有六七都是鳌拜的手下。其三，皇上尚未亲政，颁下任何旨诏都是不合规矩的。行了，你给我闭嘴！朕不能亲政，就是因为这个鳌拜。揽权不放的权臣还有什么忠心可言啊？这大清江山是我爱新觉罗家的天下，朕就不信了，这天下的臣民能为这鳌拜所使？奴才所说，的确是逆耳之言。可皇上绝不能鲁莽从事，事关皇权社稷，一步也错不得呀。你是为了那个青格儿？皇上，行了，朕知道你欠了那个青格儿一份天大的人情，但是朕警告你，不要因为那个青格儿就在朕面前胡言乱语。滚！你们俩都给我滚出去！岳乐，我还是搞不明白你出的馊主意。你说这苏克萨哈死了，对咱们有什么好处？那鳌拜还不是更霸道、更张扬吗？我要的就是他的霸道，他的张扬，有人容不得他。谁？皇上。皇上？哼，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，他容不容管个屁！孩子不假，可他毕竟是皇上，何况没有长不大的孩子。你没看见吗？咱们这位皇上想亲政，要想疯了。